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一个客家诗人白话语文TCC 一时情hen不了情嘅戏剧片，课文一时一语对照，录音提供给各位乡亲大家来研究客家语同客家文诗人嘅课文。一个戏剧中人有陈俊南、陈秀珠、朱雄、阿南、梅人、阿水、警察等7个人开头嘅时节来唱那个山歌，一个歌词，因为蛋打兔来，兔打蛋，蛋炸花米菜沉山，蛋炸花米沉山叫。你叫孤单也叫寒，一个司机唱歌嘅很好唱澎湃在歌声当中有一个门边有青多嘅树树当高调嘅比来比去，有一只花米条，一比下来就惊叫，到底伊系叫乜嘅喏？可能可以一家掌位的，好了。好，这个故事开始了。有一个身强力壮、言道可爱的后生个，名安多陈俊南，牵人一只牛个，开日淡草，经过庙堂，看到对面呢。山下有一粒非常长的石梅叶，看嫩一啖草慢慢的下山，陈俊南就放下肩头嘅啖草，看人因为冲一条山歌，一山歌路忽出来有个嗨咿哟。老妹有好山歌，二秋溜溜能来哟，安尼话。好，对面山下嘅石梅，听到山当歌传来嘅歌声草丹也放下肩头，向陈俊南看一下。呢个时节，陈俊南看到一个小妹。上来实在讲陈俊南真系有礼貌，向前手来问：这个小姐，请问贵乡方名？小主讲我系乡里，名嘅安多小主。俊南就讲：原来唔系李小主小姐哦。哎哟，这个人讲名嘅也系这样就是讲但系我唔识安尼话，只能讲是的，我来自我介绍，我系那在山北火房，我系喊到陈俊南。就是讲安尼陈俊南就讲小主小姐，我时常都在山当庙边割草种牛，我唔是看讲咯。小主讲我屋下迄啦在对面嘅山竹头窝，割下来嘅只个。鸟草，今本日看到安好的天时，人来嘅山，也片山荒鸟草嘅，来，我同天数，鸟草嘅石头，我亲内行。小主就讲唔是啦，我今本日咧草鸟拉嘅。俊南就讲小主小姐，下一摆唔系唔咩世上来嘅这个鸟草，
就讲哦，嘿嘿，摩天错过啊，那个陈俊南就唱山歌，摩牛来田用脚头啊，摩牛来田用脚头，连麦唔多用鸡苗，百般鸡苗都用过。不以山歌来开头，安尼唱起了山歌。小组就讲啊，陈先生，个山歌唱来相当好听，歌声用为安好呢？陈俊南就讲啊，神望个夸奖。小组设计，会唱山歌系嘛？小组讲多多少少啊。有兴趣就下咧，就下嘢。俊南就讲，那还有兴趣，我哋2人合唱一下山歌好嘛？小组前台长就讲好啊，好啊，哦，好。陈俊南就讲啊，歌声荡放一重埋，莫皮莫想未来。2人有缘相见面啊，可别如何得旺财啊！个歌词啦，洪秀柱个歌词有用嘅咯。伊都讲啊，歌声荡放一重埋，千年万载莫花开，千年万载莫结子，黑麦阴阳。天送来，一个准人就讲啊，隔山打鼓谈古音，古话个音，2人见面有交情，书香调味唱山歌，祝福爱等一生人，安尼话，小主要讲啊，隔山打鼓谈古音。水温过水唔滴深，看过外表人意好，唔滴肚内默嘅心。一个准人就讲啊，人有心来没有意，唔怕山歌水暗沉，2人过河同落水，有情今夕呀。甘心，2人合作啦，2人相好心连心，一见老面就钟情，芒果讲句真心话，万古千秋莫谈情。这请看听一些，陈俊南同李秀珠对唱山歌以后。陈俊南就行到李秀珠的面前，2人感情软唔合，自然就牵起秀珠的双手，2人就在个时间跌一白难分难舍的爱河之中。一个红拍在鹿头窝为地方，有一个。两手了条，无恶不作，无正业百年，命安到朱雄。朱雄属下有一个名喊到阿南的唐道陈俊南，爱同李秀珠结婚的风声，就急走到赌博场下。来向朱雄报告，这时间拄好朱雄在个赌博，阿南就讲啊，太过，莫为，安尼话，朱雄就讲啊，不说东西，买个东西唔莫为，就是唔冲水爱张为。开眼书暗道，阿南就讲啊，太过，我系讲事情唔好嘅，
事情太跳跃啦，所以讲有乜嘅事情比书报过太跳跃啊？穷快讲，啊，咱就讲唔对嘛。主题我嘅名李小组，爱同甲白撞嘅陈俊南结婚了哟。有人讲嫁李小组爱嫁本陈俊南么？啊，咱讲千真万确，冇错。主用就讲啊，啊嗱，唔用啲咯，卖人同唔讲嘅咯，讲嘅呀，啊咱就讲爱早晨在山当庙堂经过嘅时间，亲眼看到嘅，一定两煞在树头下恩恩爱爱，难分难舍。谁来嘅讲冇爱唔妥，谁咪讲准啊？冇爱唔加，哎哟，场面色彩係相當嘅精彩哟！主雄，按睇得咩阿南？阿南就講啊，睇過。愛無擔，主要個愛係講陳俊南實力雙人擔，人會按太擔，啊人就講就是咩，主要又講乜嘅時間愛掏錢入門啦，啊人就講可能係當家。他這樣馬上就來判戲是入門呢，個他這樣阿南都講啊，太高，唔同愛講，唔同愛嘅書，客家安太啲，客多有強有血的呢，主向。這個莫突不重複，啊嗱，馬上喊陳俊南來嘅隻嘅，啊嗱就專門就去尋啊嗱嘅。第三節，陳俊南同李小組對唱3個以後，陳俊南就行到李小組嘅面前。兩人感情融合，自然就牽起小組嘅松樹，兩人就在嗰時跌入難分難捨嘅愛河之中。所以阿南談嘅以後，主向嘅命令3鋪做2鋪，馬上走到陳俊南嘅屋下來喊陳俊南。陳俊南啊！陳俊南就講：乜嘅事啊？啊嗱，陳俊南就講：陳俊南，真都好唔好出去，捱夜太過，主向愛潛去，有重要大事愛同講詳細參詳。俊南就講啊，做太過，我請愛去做乜嘅咯？做乜嘅呀？阿南就講愛要咩唔咩講清楚喎，冇人冇故，讓我喊愛去，是的，愛冇喊去。阿南就講噶。做太個話法，唔通下，那係唔去。做太個要發現起來喲，唔嘅唔超啲嘢喲，後邊見招唔識，愛來是發招咯。
唉，尊人就讲，唉，爱，阿南就讲啊，反正反爱系统大多本是本，是毋是？用七家都结天下，尊人讲啊，本爱考虑下，阿南就讲，按简单的事。哪些还爱考虑？爱就先转呢，先转呢，本七个慢慢的考虑下。只能讲好，抓下爱就同穷下去。同拍，准人想起祖雄美丽阿南含陈准人去见，伊也是心中上带有一种恶意的感觉，到底是也是毋是，犹豫不决，还是了解一下个好，所以就听阿南来到祖雄的屋下，祖雄在客堂注意的向可能近看报纸。见目太严重，阿南啊，太高，陈准南来嘅，哈哈哈哈哈哈，准南，抢走，按子说，我还是可能来个好，准南这样讲，阿南就讲好。祖雄在讲，准南先生，初年来视察，准南讲，我唔会杜汉。祖雄先生有乜嘅指教？祖雄就讲啊，事情系安呢。我才睇到佢有一間新嘅公司缺少人數，所以我請唔去管理。准南就讲多谢朱太国虔诚，过阿南就讲啊，手拿一杯红包，哇，太国红包拿来耶，主要就讲拿本准南先生，阿南就讲啊，将手里嘅包。大红包拿本准人讲哦，你系泰国特别送本嘅，准人就讲啊，一个红包我做唔得数啊，主要讲唔嫌太少系嘛，准人又讲哦，唔咩，我无日无故做唔得数嘅红包啊，一个。阿南就讲啊，我唔真有骗人冇呢？准南就讲，总讲一个红包，我做唔得数。那系冇事情，假，我就会做位哦。阿南就讲啊，太高，那系一份红包，准南唔买，假图本爱好嘛。主向就讲啊，按感想，送客，阿南就讲全面送这个准南先生，请准南先生好古嘢，好请各位乡亲大家继续来读一个提示团澎湃嘅部分，由于当初主向嘅阿爸。在地方上，不但开当店，又开赌场。经过过身之前，又交代祖雄，为照顾一个昂的老太阿水，无论如何爱请一个郭金玲呢，什么嘢本记做补养。祖雄改造就注意到
强壮的李秀珠诶，忙伫3万的一铺，李秀珠爱来加骗人，当阿南送做为准男以后，朱雄的露台昂的行出来，评论朱雄的事有结实在讲啊。啊，所以我跟我讲，阿哥，我乃叫人有食话呀，安尼话，因为朱雄讲，食个毋使叫，阿哥会同讨一个有奖有精灵的什么嘢本做食话，到时间毋就会有人照顾诶。啊，所以讲啊。爱托小主做食话，爱生爱有安尼话，结实。主要讲，毋过小主爱甲骗人呢，啊，所以就讲啊，爱抢进来呀，我个同爱抢进来呀，安尼话，主要讲好，毋爱耶。爱就会想办法本啊，所以讲好，莫骗爱哟，莫骗爱哟，安尼话，主要就讲阿哥，恁就是骗过咯，啊，所以讲哦，就像我对你见行见讲，爱托食话诶。爱讨食话，安尼亲听。好，一定日以后，小主同准男先后日脚，举行结婚，无意结无限的一年，亲朋好友来祝福诶，总算是顺办好势，他家归去以后，俺不同。真系新郎同新娘两人呢新婚之夜，在夜深人静的时间，谈到叫的敬佩，佩莫听，小主心中想，你可能有不吉祥意社会感觉。忽然间，谈到阿南的声音，喊门的声音。准男出来，安尼话，准男就讲啊，作个所以将客厅灯打开来，讲卖人啦。阿南就讲，爱是阿南，莫上爱一上毋通毋识，开门啊！准男有乜嘅事，天公人人来讲，阿南就讲啊，冇吧。天国人还有天国人的事啊！准男就讲：哦，将门打开，看到宿舍的阿南以外，还有2位警察。阿南就是3人入客厅，请他家入来坐。警察就讲啊：就是陈准男，系咪？陈准男讲：嘿，爱就是陈准男。警察讲：坐起来，不分无旁，就将陈准男绑起来，困起来。准男讲：警察太严，爱冇方法，要我做乜嘅唔错，唔等做爱做乜嘅？阿南就讲啊：做乜嘅作唔哦？实在可怜，贩物嘅嘴连一家都唔知，安尼。警察就讲啊，人家检举私藏毒品，所以将抓起来。准男就讲啊，冇安尼嘅事。警察太严，也一天系误会。警察讲啊。误会，认真物证齐全，
来去衙门当来讲，准人讲啊，就往屋肚里喊小主，小主一夹出来，小主就马上出来，到底发生乜嘅事情咯？有可能係誤會，准人慢嚟講，我去警察局行一轉，清潔就會轉啦。准人去衙門以後，有清潔就轉來冇呢？好，第下人看睇下是，好，再看睇50，澎湃嘅地方，新婚之夜歡喜萬歌。手裏有淚，准人無緣無故本警察作戲，由於主向埋通官方，將准人填罪10年的監獄之災，小主日夜目着生命，一年過一年。主向為了要安排安老太嘅婚事，還係無放棄小主，經過嘅3年嘅小主又係有神呢。主向埋通出了名嘅媒人婆，希望小主不以嘅安老太來做姑娘。但係媒人婆每擺去都本小主腳出門外，一年過去嘅，小主強下為一年來嘅，兩姊愛相依為命。有一年，主向同阿南相嘅一個見面，將小主嘅來嘅作來編起來，小主潛來嘅心急火燒一樣，一個人像不電樣嘅一個時間，媒人婆又來到一個屋下，對小主講輕鬆心講，媒人子，唔同我天數潛。我嘅來嘅好嘛？媒人婆都講，潛唔嘅來嘅錯冇唔錯，我嘅來嘅唔啲奈死嘅呢？奈死嘅，一個媒人婆就講，那係愛潛嘢來嘅，有3人來同潛嘢來嘅，一天潛未到。一天潛未到，小主講拜託同我講，係乜人？媒人講啊，唔過2個人我有條件嘅哦。小主講啊，只要潛未到，我來嘅，乜嘅條件我都會答應。媒人婆講嚇，我就聽拍同唔講。佢就係本莊鼎鼎有名嘅主向，小主講啊，原來係主向幾隻流氓，原來係主向幾隻流氓哦。媒人就講，世上一線，主向聽到唔滿意，殿下會飛唔出咯。小主就講假，我來去報案。媒人講小主莫按錯急，那係唔去報案，萬一佢將嘅來嘅殺hết咧，我樣嘅啊！媒人子拜託同我想辦法好嘛？媒人就問來問去，假。就好好嘅同我配合，就主就講，我樣嘅同配合咯，來加本主向嘅露台，
阿水就可以啊。讲个戆戆的哟，冇意思。就是我第一个係冇可能嘅事，但係只有安尼做，我来嘅人會平安無事。小主講啊，愛叫我改通暢，改上心，愛安尼，唔好叫，你就係命運嘅安排。我老公生死無人知呢，小主啊，要咩係為了來着想，除非安尼做係唯一嘅辦法，實在也冇別條路好行嘅，冇別條路好行嘅哦。小主，一個唔知安樣嘅，真係蒼天作弄人啊！冇人講，莫再談啊！唔愛做人看到人嘅來嘅，唔少愛做人來做信仰。各位鄉親，再來繼續來共同研究體力學方法。那個小組面對係主向埋通冇人幫，但係為了唯一相依為命心頭肉嘅安全，中秋答應加本阿昂嘅一門親事。主向個人完成昂老太嘅終身大事，替昂老太來高興。嘅安部嘅，嘅安部嘅加本阿昂嘅一門親事啊，嘅安部嘅，你就有事咧，特別多。忽然非分之想，雖然加個人經過4年嘅小組，同樣同細伢子一樣安定一下。主向看到小組加本老太做家嘅，真係可惜。嘅時間。信仰根本無關，昂老太還在嘅19，機會就難等。主向小將自家嘅丈夫一團，細龍樣嘅，歷年小組，呢個時節拄好昂嘅阿水帶有機會呢注意入來。忽然間看到有人欺負信仰，阿水就使用全身嘅抗力，拿起鼓呢，重重嘅向欺負信仰嘅頭方嘅拗落去，主向馬上昏倒在菜地。阿水講話按可惡。更欺負愛嘅信仰，小主看到啥緊準，哎呦，安尼緊張，阿水個信仰子，唔是講，伊咁欺負我再有一本意。有一根本意，唔是講，小主講救命哦，鬧出人命誒，他家來呀，阿南就講做乜嘅啊？小主講啊，主向本阿水打死嘅，阿南就講唔咩？
免阿水，阿水无可能打死祖雄，一定系信仰怀恨在心，打死祖雄太过诶。小主讲毋免爱，毋免爱，毋免爱，绝对毋免爱。阿南啊，敢莫穷下来去警察局，衙门请警察判你。小主讲好，起手来去碰拍。小主为了洗抢伊个清拍，就穷下去警察局。但是无人来听诉作证，也个时间也是老天有眼，阿水将五大爷哥所作所为，1/5/10被同警察大人说明，来完小组的清白。最后，法院将阿水判过失杀人罪，阿南强谋犯罪，判5年坐监。梅人婆只是为了贪图祖雄的万元钱，良心发现，将祖雄交代饲养小猪来的，带来9万。小猪因祸得福，母子重逢，历年家下长阿爷不见历年得年家长爷无可能保庇来的，也种母子相爱情景，实在无法形容。身边的人感动流泪，难能来转无卡嘅路况，想到人生渺渺茫茫，新婚离散的准人，丧事寿喜又全无。对小主来讲，人生将来全无意义。带人来的航向太海，准备母子2人同归于尽。也个时间，义工兵忽然间听到该属的声音，向小主提上喊：“小主啊！”小主翻头一看，2个人样，一个人。让为安抢准人，准人讲错，我就是准人。小主，我是唔系白梦，我是唔系白梦啊！准人讲啊，嘿嘿嘿嘿，有样嘅，我就是准人，陈准人。小主讲，准人。也生意呢，一个生意呢，系乜嘢喏？小主讲，外人嘅来嘅，外人嘅来嘅而名含到小人，啊，准人就讲啊，小人过来，阿爸人，同爸。小主同准人2人虽然经过嘅，也种不很冤枉嘅自在。但是皇天不负苦心良心嘅人，就重新做得到美满幸福嘅家庭，人民快乐过一生人。以上一个那个一时情恨不了情的故事，就写到这个。其中那系讲啊，有睇唔识、看唔识咧呢，可以看那个戏剧之中有各位好睇，也有一个注解，文用西安话来注解，希望大家能够讲
能夠有時間來談來讀一個客家白話語文，提升我哋客家文化嘅水準。以上感謝大家，神夢感謝你，再見。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